首先喺 App Store 入邊 download 翻 Apps，然之後再 login 翻。之後大家可以見到入咗呢個畫面之後，係軟件入邊可以見到好多嘅版本，可以求其用，但係少數唔使收錢，大多數都要俾錢嘅。之後我哋求其揀一個版本入去，之後入邊可以刪 delete 埋啲你唔中嘅嘢，然之後加埋啲你中嘅嘢。最後呢，整到你中意嘅位置之後，再去 download 翻，然之後去 share 俾人哋睇。